也爆炸样。那个讲个啊，说起胃个贵鱼无强个啦，你后边虽然你胃个你胃高个，又好个你最不可以。啊是个贵鱼啊，说起话是个苦鱼个啊，还是个米好个啦，人哋出嚟一定喺高度水力高。哈，我是個盲兄嘅呢，頂大嘅呢，你嗱講到水力，點會㗎？講到水力，你大一嘅咪個大一咪，而家再你就大到啲啊，搓步，然後講到水力，扎起你就睇啦。如果係一個固嘅啦，搞會啊，有好嘅呢度就一搞嘅，嗰度啲漸，大一嘅咪到啲漸哈，大一咪到啲漸嘅啦，冇使嗰歲一紅啦，冇使嗰歲一嘢，嗰歲一紅都等蛋糕一嘅哈，等蛋糕一嘅，對啊，2點柴剔1磅牛件1檔，20到叫做劈1塊2。劈1塊2，那個弄家人食水果啊，哈，食湯咪咪個啊，因為啊，食湯水果啲啊，會龍果啲啊，然後食湯油辣蓮米咖啲個啥嚟嘅，最尾開水。那冇就嗰數呢，那就多啲搞啊，弄家人湯又好，哈，啊弄家人又好啊，因為嘅弄個店個面劈落，那就劈下，冇就嗰數嗰度水幾哩，哈，然後你都可以多到啲搞，那現在佢哋水幾多水嘅，然後你能連話你一碰落搞啊，實條嘢嘅。啊！你話你一碰落狗日啲哈，一嘅呢就是個咁嘅衰嘢，等下煲，一張爆炸樣嘅，而家就是個爆炸樣咗隻衰嘢嘅，啊！而炸下真係呢一個咪咪啦，知唔知㗎？而炸下真係呢一個我加耍用解嘅，一嘅咪衰實係佢呢，老人也顧下，煙壺也可以背，煙壺也可以衰，遲出嚟弄嘅一計佢真嘅弄嘅也可以衰，嚇也可以衰，弄個釘下面劈落，那就可以個劈，釘面背就計，那佢背一大對嗰條錢呢，背一大。啊，每一段20到嘅交出10件5磅1磅2件10件到呢只啊，弄個釘個面劈落嘅，那就個劈對嗰數，知唔知㗎？10件啦嘛。